我。先生啊，歹势呢，就爱你安尼载阮来饭店器材。这哪有啥？啊，总裁哦，甲特别吩咐我哦，应该爱甲恁哦安全载到饭店。啊，较等下恁就自然是上车。到先有这做你问啊。哦。耀武卡来，应该应到饭店啊。喂，耀武。耀武，你先做啊？那洋洋叫一声这大声啊！耀武，等下啦。啊，咱器材了，搁要去婚纱店拣咱的婚纱照呢。啊，你敢我会付？啊？是啊，伊讲哦，临时有客户要用伊讲代志，所以无法度过来器材，就连等一下要拣婚纱照，伊嘛可能。这结婚是终身大事呢，一世人才一摆啊！拣婚纱照器材，这行程拢安排好啊。是什么款的大客户啦？伊那话不爱来就不爱来，啊，这个客户敢有比你较重要？啊，是无遐严重啦，咱试一个菜啊，经一个婚纱照，毋是什么大代志，都咱来做就好啊。啊，查甫人哦，总是要拼事业，加趁寡钱，安尼某囝毋才日子会过了好过。对无啊？你要不安尼做嘛是为着恁伺好啊。是啦，我相信哦，也有拢是为着阮的未来伫咧打拼。我只是惊讲哦，伊伤拼伤忝啊，万一若甲身体拍歹去，我颠倒会唔甘。恁爸仔囝哦，敢会对爷母伤好啊哈？啊，凡事拢听伊的，啊顺伊的意。尤其是你来面试，那面特要做人的太太啊呢，啊煞免甲家己翁掠较暗的哦。啊，嫌官府出高产啦，嫌爸母就出阿里不达啦。翁仔某就是爱互相信任、互相尊重，就参咱两个安尼啊，安尼唔。两个人用咧汤甘日子，幸福过一世人啊。医生，你有看到无？我这世人哦，就是会当娶着参业哦，这样贤惠牵手，我真正哦，正世人情小好样。是啊，伯，你哦，嘛找到一个好某，啊，而且哦，还有这样乖巧的查某囝来甲你友好，吼，啊，莫怪你规工咧吹笑白笑。对啦，一成，等一个器材了后，才会当麻烦你载我去婚纱店，我要拣相片。婚礼的代志哦，实在足济，我想要赶紧处理好，安尼哦，才会当互业务专心拼事业。哦，对啦，啊，就说拜托，以前哦，这业务哦，结婚早早，啊，凡是以前迄个观念哦，会较客观啊。当然嘛是无问题。好啦，啊无较等咱器材去了，咱就马上去婚纱店。咱这要来拣相片哦，嘛一定翕了足赞的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说姐，这门啊用拍开啊！可能是车门要故障呀，啊无安尼。我等下，我去婚纱店了，我甲开保养店看嘛，看到故障嘛。我手机行一个落伊卡呢。姐姐，跳掉。多谢。医生，免惊。来，婚纱店搞啊，再等落车。
安尼咧开的啦。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就总裁知影讲你要来看相片啦，啊叫我紧赶来，啊我就惊讲会迟到，啊差开一个收紧，歹势咧，害大家着惊。哦，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无代志就好啦。安尼我做伙入来。哦。咱可比是亲兄弟，互相鼓励，打拼好。